本年的伦培国小伫暑假期间举办新住民乐学营队，要让新住民小朋友更加认捌家己的家乡。老师带囡仔小解伊国家印尼伫咧地图到位，含故乡所使用钱，另外嘛准备真侪种乐器，古早佚佗物仔和模型。学生感觉这个课程真趣味。老师刚刚有介绍跳绳，还有印尼的钞票，还有衣服。除了生活用品的小解，老师嘛甲印尼特色呢来艺术结合 DIY 活动，学生做简单的彩绘体验。我今天有介绍，比如说印尼的国籍，然后印尼的一些童年的玩乐。伦培国小为着学生有国际观，了解世界上别个国家，办理即摆新住民夏令营，互因体会伫咧生活中文化水，嘛帮助囡仔建立尊重，理解外国文化观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